Hello，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呢，又係講啲好重要嘅嘢啦。嗱，今個月就冇剩幾多日嘅啦，5月份係啊。但係好重要、好重要一樣嘢，大家都唔清楚，因為今個月係我嘅生日月。前幾日過咗生日啦，咁好多謝好多我同粉絲同喺前幾日嚟我直播間度切蛋糕慶生啦，我都好感激嘅。但係仲有幾日時間，我希望你哋揸緊啲時間，因為今個月仲係我嘅生日月。我嘅軟件，我呢個自主研發嘅呢個資訊軟件入邊9個資訊板塊，今個月為止所有資訊服務、所有資訊板塊打唔折，過咗就冇噶啦，回復翻原價啦。所以就真係想縮減作息差，想話提高你嘅認知差，想話提高你工作或者係創業生意上嘅一個生產力或者鞏固你生產資料、生產關係嘅話，盡快加入我嘅組織或者購買我嘅資訊服務。今個月嚟講仲係打唔折，好冇？好啦，多嘅就唔講啦。想縮減作息差嘅我同學仔歡迎加入我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